阿姨今天走了吗？哦，是的。啊，你刚和雪洁联系上了吗？我为什么要联系她呀？出道的日子决定了吗？还没有，应该是在春天或者秋天之间吧。记得给我送签名 CD、演唱会的门票，以及所有家属能够体验的优惠。没问题。我最近发生了很多事，你听了可能会吓到。是因为雪姬吗？所以过得很累。其实反而倒相反，雪姬对我很好，遇到她我很开心，房子也住得很舒服。喂，啊，阿英，有什么事吗？我在。什么？你也在附近吗？不行，我现在有朋友，是你不认识的朋友，你过来不太方便，我们以后再谈吧。好，拜拜拜拜。早跟你说不要联系他了吗？我没有啊，要不是因为你，他怎么会找我啊？江淮，天哪，原来你也在这儿啊！连顾诗意也在。你刚才电话里不是这么说的呀？你一个人吗？没有啊，和朋友啊，而且是你很要好的学长。你们现在很熟吗？他就经常问我要不要一起看电影啊。那你们先好好玩吧，我们先走了，拜拜。他们以前有在一起过吗？这种事情我也不太清楚了，不过两个人的关系好像很近，听说他们最近还有同居。同居？江淮不是说她从来没有找过男朋友吗？怎么就同居了？好像是因为家里条件不好吧，就搬过去跟3个男生一起住了。哎呀，我本来答应过要帮助他了，结果他宁愿跟男生一起住，也不愿意过来跟我住，也不知道怎么想的。哎呀，这种事儿不要放在心上了。兴许他搬过去是跟别的男生一起住，有另外喜欢的男生呢。你可千万不要跟他提，是我告诉你的。不要不开心了，走，我们看电影。你干嘛？谁惹你了？失恋了。有一个人，我觉得他就是我人生中的煞星，不管我在哪，他也在那儿。你朋友啊？不是。以前是吧？我在哪个学校，他也在哪个学校，我喜欢的男生也喜欢他了。前几天他还跟我说他羡慕我，搞笑吗？就因为羡慕我，所以要把我所有的东西都抢走吗？再说了，我有什么好羡慕的？我又没有钱，家庭环境又不好，还没有谈过恋爱。可能是他自己觉得比你优秀，但你比较幸运吧？应该是吧。不对，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你是在变相贬低我吗？没有，幸运也是有原因的，对不对？你比较可爱。你这话说的真棒，我现在去多换几套衣服，让自己变得更可爱。学姐怎么啦？喂，什么情况呀？我不是说让你把家好好打扫一下吗？怎么我这2天不回去更乱了？哎呀，不是啦，我就是找个东西啦。你干嘛开视频啊？
我知道你看不到，所以给你看看这边的美景呀。你也在故意气我吗？你知道我多想去外面玩啊！好啦，下次带你一起去。气你？还有谁也气你啊？春山吗？你跟他相处的不开心吗？也不至于。那你什么时候回来啊？要告诉春山吗？他说你一直不接他电话。再过2、3天就回去吧。哎，为什么你朋友都跟你一样，无所事事，整天待在家里？反正你尽可能快点回来吧。我知道了，拜拜。不是说无聊吗？来这种地方玩岂不是更无聊？不无聊啊，之前就一直想来看看，正好趁这次回去之前有空。你不觉得很神奇吗？这些薄薄的断层居然有数千年的历史了。你看看它就知道它有几年的历史吗？不，听说每次做学术研究的时候，这个断层啊都会年轻几十年，因为以前科技不发达，所以以前的人总是会高估他们的年龄。你所看到的数千年，可能只有几百年而已哦。那有什么关系啊？我只知道，和他们相比，人类的生命显得特别短暂。我就是来看这个的。如果你能活1000年的话，你想做什么呢？环游世界啊，火山口、海底、太空，我都蛮想去的。唉，只怪现在工作太忙，要盖一个新的酒窖。如果能活1000年的话，很多酒都会成为传奇。你会一辈子只爱一个人吗？现在有太多的人，连一辈子只爱一个人都做不到，何况是1000年。